箴言第1章1至7節，大衛的兒子以色列王所羅門的箴言。要使人懂得智慧和訓誨，明白通達的言語，使人領受明智的訓誨，就是公義、公平和正直。似愚蒙人靈巧，使年輕人有知識有智謀。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，聰明人得住智謀，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辭和謎語。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，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。和要聽你父親的訓誨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教誨，因為這要作你頭上恩惠的華冠，作你頸上的項鏈。我罪人若引誘你，你不可隨從；他們若說變遊，你與我們同去。我們要埋伏，殺人流血，無故地踐場，殺害無辜。我們好像陰間把他們活活吞下，囫圇吞下，如吞下那下到地府的人。我們別得各樣寶物，將所奪來的裝滿房屋。你來與我們同經，共用一個錢囊。喂，不要與他們走同一道路，近似的過，燒走他們的妒忌，因為他們的腳凳抱係惡，他們急速殺人流血，在飛鳥眼前張設網羅，一定會徒勞無功。同樣，他們埋伏是自流，己吃他們淺嘗是自害己命。凡靠暴力斂財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這種念頭必奪去自己的生命。都是違計街市上呼喊，在廣場上高聲引喊，在引流街頭呼叫，在城門口在城中發出言語說張謠。你們無知人喜愛無知，傲慢人喜歡傲慢，愚昧人恨惡知識，要到幾時呢？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。你們將我的話指示你們，因為我呼喚你們不聽，我招手無人理會。你們忽視我一次的勸誡，拒聽我的責備。你們遭難，我就發笑；驚恐臨到，你們驚恐如狂風來臨。災難好像暴風來到，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上，我必嗤笑。那時他們就會呼求我，我卻不回答；懇切尋求我，卻為不見。因為他們恨惡知識，選擇不敬畏耶和華，不聽我的勸誡，藐視我一切的責備，所以他們要自食其果。飽醬在自己的計謀中，愚妄人背道害死自己，愚昧人安逸自取滅亡。惟以聽從我的別安人居住，得享寧靜，不怕災禍。